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5年的2月4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56篇，列王记下卷第5章第1节到14节，哥林多前书14章13节到25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使人得帮助。曾经在中会担任过同工，非常不喜欢看到负责的人将所有这种采购利益都集中在自己或是亲人的事业里，最后该省的不省，该花的却不该花的却花了一大堆这样子甚至在预算的当中，大部分的经费呢都用在吃的上面。其实在教会里面，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宣教，是为了使个人不能只思考内部或是个人教会存在如果不是为了宣教，就没有办法合乎上帝的旨意我们要为了使人得到利益和帮助。其实这是基督徒信仰最基本的精神，就是容神益人。在列王记下卷第5章1到14节的经文记载一段非常美的故事。一位被掳的以色列小女生呢，提议自己的主人去找上帝的先知，去领受上帝的救恩，帮助乃曼将军的麻风病得到医治。圣经记载，叙利亚的军队统帅乃曼很得国王器重，因为上主曾经借着他使叙利亚军队获胜。他是一个英勇的战士，却不幸患了麻风病。有一次，叙利亚人突袭以色列的人的时候，掳来了一个以色列的小女孩。这女孩后来做了乃曼妻子的婢女。一天，她对她的女主人说：“但愿我主人能够去见住在撒玛利亚的那先知，他一定能够医好他的麻风病。”乃曼知道了，就去见王，把那女子所说的话报告王。王说：“你去见以色列王，把这封信交给他。”于是乃曼启程，带着3万块银子、6000块金子和10套衣服。他带着那封信这样说：“这封信介绍我到大臣乃曼，我要你医好他的麻风病。”以色列王读到这个信，恐慌的撕裂了衣服，喊说：“叙利亚王怎么能够期望我医好这个人呢？他以为我操纵人死活的上帝吗？他显然是在找机会刁难我。”神的人以利沙听到以色列王撕裂衣服这件事情，就打发人去对王说：“你为什么难过呢？打发那人到我这里来吧，我要让他知道以色列有一个先知。”于是乃曼带着马匹马车来到以利沙的门口。以利沙叫了一个仆人出去告诉乃曼，要他到约旦河去洗7次，这样他的皮肤就会好起来，并且洁净了。乃曼生气地走了。他说：“我以为他至少会出来见见我向上主他的上帝祷告然后在我的患处呢挥动他的手，医治我的麻风。再说大马士革的亚罗拉河和法尔法河不是比以色列任何一条河都还好吗？我不也在那里洗得干净的洁净吗？
于是他怒气冲冲地走了。乃曼的仆人上前对他说：“先生，如果先知要你去做一些困难的事，你一定会照他的指示去做。何况他现在只告诉你去洗就得洁净了。”于是乃曼就到约旦河去，照以利沙的指示，在河里浸了7次，他就完全洁净，他的肌肤复原的像小孩子一样。我们看到这一位被掳的去当女婢的女孩子，比福音书当中的经学士呢、法利赛人呢，以及祭司们更有爱心，然后能活出信仰的生命。因着他的爱心，使人甚至是外邦的主人得到益处，得帮助，得医治，得救恩。如果体制内的会员制呢、会费制啊，能够帮助我们走得更宽、更广，更多的使人得到帮助，我们就乐见其成。但似乎不是如此。经文告诉我们要爱人，不分任何的人种，要使人得益处。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当中，再一次的提到的恩赐的概念，这是要使人得到帮助的。今天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4章13节到25节，保罗谈到了灵语的能力的目的。若不是给人明白使人得到帮助的话，保罗说他宁愿不要。他说所有讲灵语的人应该祈求特别的恩赐，好解释灵语的意义。如果我用灵语祷告，就是我的灵在祷告，可是我的理智不发生作用，这怎么办呢？我要用灵祷告，我要用理智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理智歌唱。要不然，当你只用灵向上帝感谢的时候，在聚会当中不通灵语的人，不懂你在说什么的人，怎么能够跟你同心说阿们呢？他无法知道你在说什么，这样即使你向上帝感谢的祷告是好的，别人也不能够得到造就。感谢上帝，我讲灵语比你们当中任何一个人都多。可是在教会的聚会里面，我宁可说5句使人明白能够教导人的话，而不讲1000万句灵语。弟兄姐妹，我们在思想上不要像小孩子，在坏事上要像婴孩。你们在思想上要成熟。圣经上说，主说，我要借着说奇异语言的人，借着外国人的嘴唇向这人民说话。可是他们还是不听从。这样看来，讲灵语的恩赐不是为着信徒，而是给不信的人做凭据的。可是传讲上帝信息的恩赐不是为了这不信的人，而是给信徒作为凭据。那么如果全教会的聚会的时候大家都讲灵语，一般外人或不信的人进来，不就是要说你们都发疯了吗？如果大家在传讲上帝的信息，有不信的人或外出的人进来，他们会从听见的话语醒悟到自己的罪，感觉到良心不安，隐秘的意念显露出来，他就不得不俯伏敬拜上帝，承认说上帝确实是与我们同在的。如同保罗也提醒我们，无论做什么要为主而做。是的，无论做什么都要能够使人得到帮助，得到益处，这样我们所做的才能成为荣耀上帝的事情。诗篇56篇，上帝啊，怜悯我，因为我被攻击，
我的仇敌整天欺压我，我的敌人不断地攻击我，跟我作对的人竟那么多。在惊惶的时候，我就能依靠你。我信靠上帝，颂赞他的应许。我依靠上帝，必不惧怕。血肉凡人能对我怎么样？我的仇敌整天想破坏我，他们千方百计要加害我，他们结伙埋伏，窥视我的脚踪，等着杀我。上帝啊，求你惩罚他们的罪恶，求你向他们发怒，打倒他们。你知道我遭遇的灾难，你记得我流过的眼泪，这一切不都记在你的册子上吗？我一向呼求，仇敌便败退。我因此知道上帝是在帮助我。我信靠上帝，颂赞他的应许，我颂赞上主的应许。我依靠上帝，必不惧怕。血肉凡人能对我怎么样？上帝啊，我要向你还我许的愿，我要向你献感谢的祭，因为你救我脱离死亡，使我不至于惨败，得以在生活上，在上帝的面前，在那属生命的亮光当中。感谢主拣选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主仆，来使人得益处，来荣耀上帝的名。恳求上帝帮助我们时刻的记得，我们成为基督徒的职分，就是要荣神益人。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